2025年係好特別嘅一年啦，除咗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好特別嘅一年之外，我都知對好多人嚟講應該都幾難忘嘅。喺我自己心目中，其實係有一個好特別嘅位置喺度咯。當中都做咗好多嘢啦，好多突破啊，做咗有好多第一次，而有好多嘢其實我都冇機會去真係同大家分享。咁所以喺呢條片，某程度上其實都算係為咗我自己而去拍嘅。喺2025年，我啱啱好滿18歲，影咗接近1萬張相同埋片，平均每日走咗11219步，走咗超過3600公里，而聽咗大概35260分鐘嘅音樂，都係俾大家呢幾組數字就算啦。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去影相留念啦，睇翻自己影我嘅相、影我嘅片，某程度上都係會加深對於發生過喺自己身上嘅某一啲事，加強佢嘅記憶同埋印象咯。咁所以依家咧呢一條片，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埋回顧一下喺2025年嘅1月至到12月，我自己曾經經歷過嘅一啲嘢啦，有啲公開過，有啲未公開過。你即將會知道咯，有啲我唔打算講嘅，你都唔會知㗎啦。所以咁喺2025年1月份咧，老實講發生咗嘅嘢都唔係真係咁多嘅啫。舊年1月份係我喺中學生涯入邊最後一個返學嘅月份啦，亦都係我都計過啦，喺過去嗰12年中小學嘅生活之中，唯一一個1月係唔需要經歷任何測驗同埋考試嘅。之後有中學 last day，晏晝返到學校啦，基本上就有一個屬於我哋全體中六生嘅一個儀式咁樣啦，跟住就同同學啊、老師啊影下相、寫校嗰啲。1月份亦都係我開始考 mock 嘅月份啦。mock 嘅意思係指校外嘅 mock 啦，至於我報咗咩校外嘅 mock 我都唔多講啦，大家可能都估到啦。1月份都係農曆新年嘅開始啦，所以都去咗唔同地方拜年啦。其實最主要都係屋企人啊、唔同嘅親戚啊咁樣。咁大致上1月份就係咁樣啦。1月份嘅 photo of the month 我會擺嘅就係我中學啦，就係一張夜晚黑我喺班房門口影嘅相。2月份其實都冇乜真係做過啲咩特別嘢啦。農曆假期之後就真係開始學校嘅 mock啦。而老實講，都真係考得都幾唔好下嘅，即係有啲就算係自己覺得自己拿手嘅嘢，即係有把握嘅嘢，其實都炒地車咁樣咯。我最記得嘅咧就係 paper free listening 啦，跟住我基本上就係收卷之前15分鐘先發覺自己將 task 9同 task 10要做嘅嘢係完全調轉咗啦，跟住嗰15分鐘基本上隻手喺度震，全身都喺度震，將兩個 task 嘅嘢來回揭嚟揭去，不斷調翻轉咯。雖然好似都唔係好成功。Photo of the month， 我屋企兩隻貓，每一隻都係花盆兩邊齊齊華麗轉身。3月份就係考 DSE 前1個月，同一時間亦都係我真係考 speaking paper 4嘅一個月份啦。嗰日我冇記錯咧，我喺沙田區嗰度考嘅。嗰日我遇到啲隊友，其實都算係都幾正常㗎啦，即係冇咩特別事發生啦。咁而考完之後咧，咁當晚咧，我又去咗唱 K 啦。Photo of the month， 兩隻貓喺屋企地板上面神情異常地一致。咁到咗4月份就係真係正式考 DSE 嘅月份啦。考 DSE 基本上係我係考咗半個月啦。即係你問我考 DSE 之前、考 DSE 途中有冇啲咩我而家諗翻係覺得可以做得好啲，而當時冇做得好嘅咧？咁其實有啦，都好多啦，其實。咁不過無論如何啦，唔考都考完啦。而嗰一刻始終喺4月中就真係已經完咗啦。咁我考完 DSE 之後，我之前好似都略略咁講過啦。其實我考完之後，我係真係完全冇任何嘅感受，全身大腦係一片空白咯。跟住之後嗰個月，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好過得好多姿多彩啦。咁但係與此同時 ，DSE 完咗之前，我其實一直以嚟都有個 bucket list 係話俾自己聽，我考完 DSE 之後有啲咩想做，我盡量去一樣一樣咁樣去清咗佢咁樣啦。而其中一樣咧，就係我同自己講，我想有一樣嘢，就係每一日都做至少一樣運動。而暫時咧，我由考完 DSE 嘅嗰日開始起咧，到依家呢刻，目前為止，除咗某啲時候真係冇辦法騰出時間去做運動，或者真係病咗唔舒服冇力去做之餘咧，我都總算係叫堅持到嘅。到依家都係離唔開游水、跑步、做 gym 嗰啲咁樣啦。跟住 photo of the month， 我會話就係我隻貓瞓喺我啲書上面，呢個已經係考完 DSE 之後㗎啦。其實嗰個月都冇影過啲咩好精彩嘅相，咁所以就唯有用呢張頂住先咯。25年嘅5月份可以話係我嘅2025年開始變得精彩嘅一個月份咁樣啦。首先2025年嘅5月
就係我終於衝破咗18歲大關啦。亦都係我第一次名正言順去酒吧飲酒啦。名正言順嘅意思係其實之前都入過酒吧㗎啦，咁不過可能我當時嘅外形都已經同我當時嘅年齡都唔係好匹配咁樣啦，咁所以我入到去都冇俾人 check 啦，都冇引人懷疑啦，所以就入咗去啦。當時冇飲酒嘅，一啖都冇飲過。我 bucket list 上面咧仲有一個 item 就係想去學潛水，而我有一位表哥咧咁啱得咁巧咧，佢係潛水教練嚟嘅。佢其實本身嘅身份亦都唔係去教我呢啲咁嘅初學者啦，咁但係為咗我，佢都係專門1對1去教我，去同我上潛水理論課啦。咁所以真係喺度都好多謝佢啦。而仲有一個 bucket list 嘅 item 咧，就係其實我都唔知幾時開始有㗎啦，咁但係我都唔知幾時有呢個諗法。咁不過我都係做咗啦。咁就係我係想學打拳嘅。上堂嘅形式咧，基本上就係頭嗰15分鐘做熱身、出拳、掌上壓之類嗰啲，跟住然之後呢個其實通常我都已經做到成身都係汗㗎啦。跟住之後唔同嘅人就去做唔同嘅嘢啦。佢係一個 group 咁樣去上嘅。咁基本上一班人就打沙包，另一班人就同教練打，另一班人可能就做唔同嘅嘢啦，即係譬如無影凳啊嗰啲咁樣。而呢樣嘢咧係輪流嘅，所以基本上每一個項目咧，所有人都會有機會去做一次嘅至少。而我亦都想講，假設你真係想減肥嘅話，而我覺得甚至唔係減肥，你純粹想爆汗嘅話，打拳我發覺係一樣好適合嘅運動咯。Photo of the month， 澳門2日1夜，準備走嘅嗰晚，我表姐表哥幫我影嘅相。到咗6月份就係我去咗 grad trip 啦，我去咗台北4日3夜，嗰次亦都係我第一次去台灣，po咗條 shorts 啦。其實嗰次都唔係真係我影咗好多相好多片，所以睇 shorts 啦。咁我算係幾充實嘅，我覺得，即係都去咗好多地方啦。有一晚連酒店都冇返啦，基本上就係我哋去機鋪打彈珠，跟住打咗唔知幾多個鐘頭之後，跟住去飲酒，飲完酒之後去唱 K， 唱完 K 之後影天光啦。其實未唱之前影天光啦，跟住就好似7點幾8點幾先慢慢返到去酒店，瞓咗2個鐘咁樣咯。6月亦都係我人生返我第一份工嘅1個月嚟嘅，即係成個故事都幾長嘅，即係點解我返呢份工，中間個過程係乜嘢嗰啲咁樣。有機會遲啲大家想知我先再講啦。總括而言呢，其實考DSE 之後有一段時間都不斷網上揾緊工嘅，咁點知就去到一個時候啦，我就揾到一份喺地產就幫人去拍片同埋剪片嘅一份 part time 工作咁樣啦。So far 要做嘅嘢呢，就係我基本上就同一啲地產 agent 一齊出去就拍下啲樓盤片啊，跟住影完之後就自己剪再掟翻俾佢哋，俾佢哋自己再 upload 咁樣。咁其實話就話係暑期工啦，至少我自己咁覺得啦。咁不過其實我都無意之中呢，都花咗好多我自己嘅時間同埋心機喺呢份工入邊嘅。我仲記得有一日，我拍咗足足14條片。當然啦，喺成個過程入邊，我都有機會去同唔同嘅人去合作啦，亦都有各種嘅機會去見到好多如果唔係返呢份工都冇可能會見到嘅樓盤啦。有啲獨立屋啦，有啲係有私人電梯㗎啦。咁我仲記得有一間別墅，我前排去咗睇，係望海㗎啦。而望海嘅意思唔係你諗嘅嗰隻啦，基本上你喺間屋入邊，你行去個後花園入邊，你向前行幾步，你就可以跳入去海入邊游水嘅嗰隻叫望海。6月份有一日去咗澳門睇 Alan Walker 嘅 concert 啦，嗰次亦都係我人生第一場嘅演唱會。雖然即係 Alan Walker 唔係真係唱歌咁，但係你明嘅。而呢個月咧，亦都係我第一次落海潛水，第一次基本上係要去泳池底嗰度試水先啦，跟住先至去西貢橋咀嗰度真係落去潛。其實香港嘅海底咧都幾混濁下嘅，咁所以第時我假設有啲機會嘅話，我都會可能想去一啲靚少少嘅地方去潛水，去真係睇更加多海底嘅嘢啦。咁基本上潛咗2個星期日之後，我就攞到個 O 牌啦。Photo of the month 10份6煲，我覺得自己影得都真係幾好嘅。當然啦，係有調過色啦，咁但係個效果我覺得出到嚟嘅。到咗7月份，繼續返工放工拍片剪片。另外就係月頭我都去咗考私家車嘅筆試啦。與此同時，嗰個月嘅16號係 DSE 放榜嘅大日子，我拍咗條片啦，大概講一講我嘅心路歷程。未睇嘅話，強烈建議大家睇返。總括嚟講，我係好想逃避放榜呢一日嘅，一直以嚟都大家睇完嗰條片應該都明㗎啦。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其他時間其實都係同嗰幾個月做嘅嘢都係差唔多啦，即係得閒約下人，得閒食下飯咁樣。咁 Photo of the month 我會話就係呢一日啦，好似係紅雨嚟嘅。咁但係我哋都係要去啟德嗰度拍樓盤啦。咁呢張相其實係喺一間大豪宅入邊嘅露台入邊影嘅。8月份同樣繼續返工放工，同一時間 JUPAS 放榜啦，我就喺嗰個時候就知道我嚟緊嗰4年會去邊啦。所以其實有一段時間都辦緊入學啦，跟住都喺度玩，陸陸續續玩 O Day O Camp。而其中一樣發生嘅嘢咧，就係我將我 AirPods 整唔見咗啦。
基本上發生嘅事咧，就係我喺翻工搭巴士嘅路上咧，我準備翻到公司嗰陣時，查一查褲袋，跟住先發覺原來自己嘅耳機盒好似漏咗喺巴士上面。9成9係因為褲袋太跣啦，跟住就瀡走咗啦。呢件事其實都已經發生過唔止一次㗎啦。咁所以我嘅解決方法咧，就係將嗰2隻耳機就擺翻喺我滑潺潺嘅褲袋入邊，一個非常之好嘅諗法。跟住後尾到咗啟德啦，我又發覺自己左邊嘅耳機都喺地鐵站整唔見咗啦。跟住就係咁樣，耳機盒、左耳、右耳3樣嘢就兵分3路啦。咁我到咗最後3樣嘢，最終都係成功融為一體嘅。8月尾我都終於換咗部 MacBook 啦。我舊嘅嗰部電腦真係越嚟越慢，尤其是剪片真係跟唔上。依家換咗之後，真係幫我慳咗好多時間。我覺得自己都可以遲啲再拍一條片，講下關於我用嗰部電腦嘅心得啦。所以就我都幾肯定拍嗰條片，我會講嘅就係講佢有幾咁好咯。Photo of the month， 有一日我翻工，我要上山頂影豪宅啦。咁嗰個單位嘅露台影出嚟嘅香港城市，我覺得都係幾震撼嘅。9月份我嘅大學生涯正式開始啦，而與此同時我都辭咗職啦，都覺得我上到大學之後，我應該都冇時間花咁多精力、咁多時間，佢亦都冇辦法分配到喺翻工啦，所以我就辭咗職啦。跟住雖則我後尾先發覺，都唔係花咁多精力喺上面嘅啫，到頭來都咁。所以其實呢段時間咧，尤其是呢幾個星期啦，我又重出江湖啦。呢個我哋一陣間再慢慢講。另外9月份 iPhone 17亦都出咗嚟啦，我開箱咗一部，拍咗一條片，而嗰部電話咧其實係一份禮物嚟嘅。咁啱得咁巧，9月係我媽生日啦，而我一直以嚟都有呢個諗法咧，就係趁佢生日新 iPhone 出嚟嗰陣時，就買一部送俾佢咁樣。9月份我都正式開始學車啦，我第一次揸車都幾緊張啦。我諗其實都經常，如果唔係我教練有得去剎 brake 嘅話，我都撞咗起碼10次㗎啦，嗰個月都。跟住我仲記得上到第2堂，我已經要駛出高速公路嗰度揸車啦，都真係都幾別具風味嘅，個感覺都。Photo of the month， 有一晚我哋去迪士尼自助餐食飯，跟住我就同米奇老鼠合照。10月份坦白講都真係平平穩穩、毫無波瀾咁樣度過。其實我都應該係我諗我全年影得最少相嘅一個月嚟嘅，當中有 midterm 啊，有好多 assignment 啊，諸如此類。唯一一樣自己做咗嘅嘢咧，就係喺月尾拍咗條 day in the life 嘅片啦，跟住其實都冇乜特別啦。Photo of the month， 喺少量嘅相入邊揀要嘔一張出嚟嘅話咧，咁就呢張啦。潛移之中帶些少動感。11月就仲有啲 midterm 要做嘅，咁其實喺月頭咧，我就同嗰啲表姐表哥，我哋呢個集體夜跑團伙咧，就終於重拾起嚟啦。都係1晚啫。其實跑嘅主要原因咧，就係我哋都一齊報咗渣打啦，我哋報咗10K 啦，所以其實今個月中就要跑噶啦。佢哋3個，喺我哋4個入邊，得我一個冇俾人抽中。明年請早啦。Photo of the month， 有一晚我去飲，跟住發覺全晚幫人影咗咁多相咁多片，就冇乜相係我自己幫自己影嘅，咁所以我翻到屋企樓下就將部電話擺地嗰度，喺海旁就幫自己影咗呢一張，有 feel 嘅我覺得。好啦，咁到咗2025年最後1個月就係12月啦。喺月頭我係考車牌路試，至於考成點樣呢？通常人哋如果出事嘅話呢，通常都係路試出事嘅，泊車基本上都好難出事咯。其實泊車，但係我作為一個獨一無二、別具風味、奔放瀟灑嘅人嚟講，注定係要同其他人係點都有些少唔同嘅。咁我泊車一嚟就已經衰咗啦，但係路試居然合格，係咪好神奇呢？過多幾日就係我中學嘅畢業禮啦，又係周圍影下相，上台影下相。到月中就係我考 final 啦，而 final 完之後，我嘅 bucket list 上面基本上就仲有一個 item 嘅啫。咁就係我同自己講，考完 final 之後呢個聖誕假，我好希望可以揾到一個機會去做到呢件事。咁所以喺聖誕節當日咧，我去咗轉澳門，即時去澳門塔買飛，再搭 lift 上去61樓，就喺61樓跳233米跳咗落去啦。我覺得真係爽嘅，我都強烈建議大家睇翻嗰條片啦。假設大家未睇嘅話，給我翅膀，我可以翱翔，給我力量。咁其實12月尾，我頭先話齋，我都重出江湖啦，我翻去地產拍片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覺得我某程度上其實都有少少掛住喺嗰度拍片嘅日子啦。而另一方面，當然就係順便揾錢咯，賺錢。好啊 ，Photo of the month 就係喺西九海旁聖誕樹嗰度影嘅。呢張相冇記錯就係我表侄女紅紅幫我影嘅，我覺得真係都影得好好咯。咁所以就係咁樣啦。
各位，以上就係我嘅2025年啦。而我特別想講嘅咧，就係以上我提到嘅回憶咧，一切回憶嘅靈感咧，其實都係源自於我相簿入邊嘅相嘅啫。所以喺度都想鼓勵大家多啲記錄生活啦。就算唔係喺 IG Thread 啊嗰啲唔同嘅社交媒體嗰度 post 高公開，有陣時留翻啲回憶，真係俾自己得閒影下自己身處嘅環境、經歷緊嘅嘢，其實俾自己將來有機會再睇翻嘅話，都真係會有另一番體會咯。而且睇翻以前我影過嘅相、IG Story 同人傾偈嘅對話記錄啊，甚至睇翻我以前自己啲 YouTube 片，我其實都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懷念到以前嘅日子咯。我亦都好奇大家心目中入邊2025年喺自己身上發生過最好嘅事係乜嘢呢？今日其實已經係1月9號啦，咁所以都已經過咗超過1個星期啦。2026年有咩想講嘅話，歡迎下底留言話俾我聽啦。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撳鐘仔。有啲咩片想喺呢度見到嘅話，都歡迎下底同我講。咁所以就係咁樣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